台海情势紧张，《华尔街日报》是指出，美国智库的兵推显示讲，台湾有9成7的能源拢是靠海运进口。那中共封锁台湾，切断交通，咱台湾天然气的存量到法度冻11天。国防部长顾立雄是表示讲，会加欠一寡油料甲物资。另外，国防部今仔是发布114年国防报告书，强调讲，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那外岛受到无人机的攻击，会随拍落来。 台海情势紧张，中共这几年对台湾发动大型的围台军演，想要封锁台湾。《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智库兵推显示，台湾有97%的能源是靠海运进口。若和中共切断供应线，台湾天然气的库存只可能会当冻11天。要安怎解决这个问题？国防部长郭立雄讲，就要快速提升战备量能。我们会增加我们的战备。 的这个能力啊，这存储的能力，那这个包括油量、弹药等等，所以我们相关的这些战备准备的工作的韧性，我们都已经在进行当中了。国防部伫咧强化韧性特别预算，有编1132亿，要加强油料加物资的储备，并且参考美国、日本大量采买长效期的干仔水，不过一罐爱102块，预算要加8亿。那也立委是无赞成，讲台湾是首次组建，水资源也真丰富，为什么国外对国外进口战备用水预算拢要抬掉？调也无共识，让东团协商。 我们不是只有单看美国，我们看挪威，挪威水资源也相当的这个充沛。那我想它也不是采攻势作战，但是挪威也是采取这样子的一个长效期的一个饮用水的一个战备的一个存量。我们该怎么捍卫？国防部催告公布114年国防报告书，讲到中共对台采取普设地带混合威胁手段，亲像海警船加大侵扰的力量。 中共演练准军事行动，以演台混等几多项军事威胁。外界关心中共伫咧咱相识国境了，是毋是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双十国庆前后这个动态呢？那目前我们在本部已经有在做这个相关的应处以及这个对应，那么也透过友盟的这个协助去做各项的这个情报收整。 针对中共无人机侵扰外离岛，报告书内面讲到，国军有反制 SOP， 除了用干扰镜或者是步枪机枪该拍来，国军也用多万公度买无人机的反制装备。记者综合报道。